老师平安，平安，观众反正朋友食饱未？嗯，哦，今仔日咱要来看即、个哦，这个爸仔囝小宴，敢是小宴吗？哦，这个病仔囝无毋对，小燕，嘿，迄嘿，个细汉囡仔，伊想讲伊绝对会赢啦，所哦，到以底会赢，所以所以人定，阮人定嘿，胜天，就讲人一定赢人定过你。胜天，即句话就是伊咧讲诶，迄个囡仔讲诶，伊一定哦，会赢过因老爸啊。做囡仔诶事，拢感觉家己做到诶着吼。嘿，老师，听讲老师细汉是定定看朋友做啥物？摔跤迄边啊讲，哦，摔牛道啦，叫做摔牛道，叫做摔跤啦，就是小哦，燕，小宴哦，就是恁小燕，恁迄阵会当耍即种小宴吼，即小燕。阵阮若看学生小宴，就叫因袂使相拍。其实这是一种啥物啊？游戏，但是一款运动啦，一款运动就是，运动毋是要互对方受伤，而是要拍互死，是要甲伊按哦，落倒行好赢。是，系啊，咱要来讲迄个顶礼拜吼，哇，有咱诶观众朋友啊，叫做淑俗华，话，淑华嘿，伊逐摆吼，逐礼拜拢有写伊诶感想吼。迄顶礼拜伊看着即个外公吼，20冬遐尼艰苦吼，伊嘛有写哦。伊讲安那老师嗯，来解说者，真欢喜有人诶回应哦。伊若想讲，伊看到是，外国即个人做伊诶家己诶模样，就讲伊拄着困难诶事，拢无去怪别人。啊，是，无怨天尤人啊，就是讲无去牵拖别人做毋对，是家嘿，己来想办法解决，这是得嗯，到诶一个所在哦。嘿，哦，所以伫逐种诶困难中，伊来做，啊，上帝就照着即个方法来甲伊，做一个更较好诶雅国出来。是，哦，搁挖感谢克因妈感谢，妈吼，进前讲咧，多谢，伊是，嘿，讲是妈宝对无吼，嘿啊，真多谢吼，甲阮做好诶回应吼，还有一个来晚安诶，来你好，明辉弟兄吼，好，啊，所以咱今仔要继续来看吼，迄嗯，个即个上帝安那诶。通，嘿，搁继续要来安那，继续前礼拜伫雅国诶代志哦，雅国诶是，故事咱甲讲好了。嘿，对，雅国知影有上帝因为咱前个有讲到雅国甲拉班伫遐拍客哦，讲你无经过即个石头来害我，我也无经过迄个石头去害你，就伫遐是，决断，讲雅国你袂使去倒转来，我也无超过。无去甲人地意思哦，雅各哦，就安尼对遐开始去行伊诶路，嗯。上帝使者拄着伊，伊咧行路时有拄着上帝诶军队，雅各看见因就讲，这是上帝诶军队，所以名迄所在叫做马哈念。马哈念诶意思是讲两队军兵，但嗯，是你有感觉无？雅各看着甲伊无关系，就讲上帝。就是雅各即个时阵，拢靠家己，伊知影伊家己足够。嗯，上帝祝福伊诶羊仔羊群遐尼大阵，就讲伊甲因诶母舅讲有点诶有火诶拢互我，剩诶就是主人诶，结果就拢变安尼，迄是上帝祝福伊，伊掠准是伊家己后，是伊家哦，己伊想讲，用迄个手仔去嗯，插点感觉水啉。嘿，后来伊就无安尼讲伊感雅各。觉伊通基伊因一面突变的，是安尼，嗯，一面是安尼想讲家己做甲真正伊做甲无我靠上帝是，雅各找人事先去先验诶地，以东诶田，看伊诶兄以扫，就是雅各一面个设计讲一定要赢伊两个，嗯，伊设计伊家己诶办法啦，伊就大是，声叫人去探听伊两个诶状况，以东诶所在。结果倒来回报即个传令兵就甲伊讲，伊说拄啊带400个人对你遮来。嘿，雅各听者，我
惊一条，惊一个人去，皮皮惊一个带，人400人，你若讲4个带人，400人，啊40个我阁有法度对付嘿， 400人，一声嘿，无命，讲要所以来拼命伊的，就无法度来，伊摆仔伊就开始祈祷，讲这我无法度来祈祷上嘿，帝。就讲哦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兄以色的手，因为我惊了伊来杀死我，甲因无囝，是，因无囝就所以是讲因咱是第一摆看到伊祈祷对无？咱是第一摆看到伊祈祷，伊伫遮伊虽然知影有上帝，毋过甲上帝无法成关系。上帝是上帝，伊是伊，两个无关系，无关系。上帝就是要甲伊变做有关系，因为伊一定要祝福雅各，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是，咱来看吼，所以咱看雅各安怎做吼，伊大声互因过去，所有的嘛拢互因过。拢先互因过，过去以后，只有剩雅各家己伫遐，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宴，一直到天曝光。老师，这先互因过，就是因的某啊、因囝啊，啥物有诶无诶，全部拢伫伊头前过，是毋是？对，拢伊头前话，伊家己老想着，伊过以后，伊伊毋是干那呢，伊阁有交代讲，伊阁有分到一组一组啦，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吼，讲第一组恁若拄着，因阿哥是着爱安怎讲，阮诶物件是要送你诶啦，来改因阿哥诶，伊作后诶，雅各作后诶，讲安尼一阵、两阵，伊分做5、6阵去吼。分做小组啦，一组一组来接近因阿哥，拢讲共款诶话，讲这是要送你啊，这牛羊群是要送你，拢总送因阿哥偌济，你知无？拢总580只啦，因为圣经内底有记载，有200只山羊犅，200只绵羊，毋是200只绵羊母，200只山羊母，佮加40只。20只公诶，加20绵羊，还是这老师算啊做真足诶，算啊做真足啊！落地啊，佮30只，30只拢有带囝，拢总着加起来，佮有牛，加拢总到580只。要送因两个遐尼济，伊想讲安尼会当解决因两个诶对伊诶不满，这是伊家己用法啦，毋过上帝毋是安尼。伊家己嘛是足惊，伊虽然足敖，伊家己嘛人惊甲皮皮喘，咪当嘛表对无？迄个人就甲伊烧烟，然后只有剩雅各家己伫遐，有一个人来甲伊相烟，一直到天曝光。这个人像就是上帝啦，上帝所派的天使。迄个人看讲烟袂压伊，就献雅各的大腿躯。相烟的时，雅各的大腿躯就钻着。钻就是讲，筋迄号钻着筋吼。咱要来问观众朋友对无？钻着是啥物意思？钻要安怎用华语写出来？有人知影无？老师佫有讲钻着，佫有足侪种讲法吼，但是拢写袂出来对无？对啦，有真侪款其他诶讲法，但是讲钻着诶人较济啦，讲闪着，还是讲要踹着，还是啥话拢有人咧，钻着是迄个筋，钻着筋吼，人讲钻着筋。迄个人讲吼，咱26节，迄个人讲，就是讲甲迄个天使讲啦，天要光啊，着放我去。雅各讲讲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毋放你去。雅各已经大腿已经摆骹，雅各摆骹，伊知影无法度去站落，但是雅各已经体会讲，即个人毋是普通人，所以甲掠条条毋放啊，讲你一定要甲我祝福，甚至无论安怎一定甲掠条条。伊即文发现，即个人其实伊毋是讲演袂赢吗？所以迄个人已经输啊，
但是伊个迄个人讲我输啊，我要走我啊，输啊，外国来掠来讲不准你走，你一定爱甲我是。祝福才会使。因为伊家己凊彩念一个就转着啊，是袂？是毋是安尼？咱看为什么会安尼讲呢？嘿，哦，咱伊敢是有一张图？对啊，咱来看觅啊吼，啥物人心灵哦，书？这是阮翁甲阮囝。好，啥物人两个的人什么心灵？人是？这我有人要迄阵要看觅啊无？是我翕的，啊，你敢知影什么人认输？嘿，嘿，两个人什么人会赢啊？啥物人会赢？咱来等看觅啊，有人知影无吼？是牛道，对，有人讲是牛道对无？哎，看，牛道还是闪着，牛道那讲闪着，牛道嘛讲是讲闪着，像着？哦，嘿嘿，这是啥物？哦，有人写出来哦，安念，尼讲对，车，安尼讲是，毋是。毋是吼？转着甲念着无共款咯，念着迄是哦，伊甲用伊个大腿筋甲慢着，慢着，摸着大腿筋，伊个筋就长去个意思啦，还是讲筋就已经无，就脱离迄个咱位置，是啊，就无咱的法度明辉做行路。认真听，伊有回答，伊有大讲，人成认输啦，安尼大家拢安尼100分，真好对无吼？哦。嘿，无毋对，来拢讲，我输啊，我输啊，吼，我若甲阮囝三演，来，我想要走，无想要甲伊演落来，我就讲好，互你赢，算你赢，安尼嘛，啊，伊佫讲，毋爱互你走，你爱互我互你走，我，互我对，啥物？甲我你爱互祝福，我玩具，互太重我玩诶，爸哦，爸雅各你对，就是安尼，所以有我赢人咧问了，讲，为什么雅各有法度赢过上帝咧？是，哦，这就是安尼啦。迄个嘿。囡仔敢会当赢过？其实是上帝调工要互伊得到迄个礼物对无吼？因为爸爸想要甲即个物件送伊，但是爱互伊赢，伊才当送伊安尼，敢是安尼？咱会了解讲为什么雅各会赢。所以嗯，那个继续看圣经写讲，迄个人讲，你的名叫啥物？伊讲我叫雅各。上帝已经知影伊名做雅各，为什么要搁甲问？是啊，明明知影伊是雅各啊，搁甲问？对，因为对啊，雅各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，逐项拢要掠，就是拢要得着，对也要对，伊厝，伊出也要车，世诶时嘛是掠因兄哥诶骹对无？对啊，伊拢要掠，逐项拢要掠，像啊，嗯，拢要得着全世界诶名声地位，啊，甲有财富安尼啊，是，逐项拢要爱。伊爱诶啊吼啊！某嘛是，二八哦，200迄个人讲，你诶名要个无要叫，无要袂个讲，叫，无个叫做雅各啊，要是，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以色列，上帝还是甲人斗输赢，拢得着较赢。嗯。哦，伊讲你较赢，你甲上是，帝相应，你着赢。哦，其实所以以色列就是为遮来诶吼，即个名。咱知影讲较赢是啥物意思？其实咱原来会嘿，当安尼想。嘿，因为伊甲人咧斗输赢是伊家己诶方法，爱足轻家己拍拼，所以会赢。对人哦，来讲，对上帝来讲，因为嗯，伊就是讲伊家己掠掉来讲，你爱甲我祝福，伊了解讲迄个是上帝，伊要得到迄个是，祝福。所以上哦，帝会晓感觉讲，你会坚持，就是讲你坚持要得到上帝迄款祝福，诶，嗯，心情来感动，互上帝愿意成做你诶快乐，就讲以后小恩上帝甲你斗阵，甲哦，上帝甲伊斗阵一定赢嘛。上帝就讲伊愿意降服伊家己谦卑落来，来承担嗯，上帝诶旨意，这就是伊个，是，就是讲上帝国内底伊个赢诶意思。哦，所以就伫遐甲雅各祝福哦。来30节，雅各甲迄所在叫做便以利，因为伊讲我长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诶性命要得到保全。哦，伊知影，嗯，伊知影伊是上帝哦，伊毋是毋知哦，伊若甲掠着讲无爱你走，一定甲我祝福。哦，伊就甲伊做。是，像迄个囡仔，咱拄则讲哦，讲因爸爸嗯，要走，伊讲无爱你对，走，你一定爱互我。玩具，
对，唔对，相关迄个啦，物件，差不多咱用安尼来理解啦。日嗯多出，日多出，咱国经过便利里的大腿已经拜，所以到今仔日，这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的筋，因为迄个人先咱国大腿裤的筋，就讲伊的筋已经转着拢等于还是破位无共位。嗯，是，所以就是讲，因为毋甘，因为讲毋甘囡仔互伊输对无吼，而且吼，咱看迄个31节的所在，32章31节，讲日多出，是圣经没有名写真趣味力吼。大出，日多出，当雅各要离开迦南去母舅遐的时阵，讲日多落，哦，日头拄啊落山，所以伫别个所在伫遐困。日头落山伫遐困，望着天对，迄阵对遐着离开迦南地，着去受苦20天。对吼，今仔日呢，要搁力倒大出，转来迦南地，日大出，日头已经出来，雅各已经改变做另外一个人。伊是，虽然已经摆骹，毋过伊的心已经改变。伊本来是要用伊家己方法来接近伊兄哥，又若无疼，也无，就讲抑个有怨恨，无法度用上帝的疼来疼伊兄哥。但伊即阵交托互上帝，上帝替伊烧钱以后，伊知影讲伊必须要倚靠上帝，所以日大出，就是讲所以这你什么？日大出，顶过是讲你大落哦，日大落，你大落兼你大出20冬。20天。经过20冬吼，迄个来，雅各甲你所见面， 20冬。雅各摆骹袂当倚靠肉体的牛，伊本来伊想讲伊足牛啊，是。伊即阵摆骹着无法度，无力通烧钱啊，只好顺趁上帝的引带。是。所以伊就从伊有哪一面用伊家己本地的办法，就讲将奴婢甲因的囝摆伫头前，一阵一阵拢摆咧。利亚甲伊的囝摆伫后面，利亚就是大汉，伊较无爱迄个某，伊较爱迄个纳吉，甲约瑟摆伫上路尾。上路尾时哦，本地伊是米伫后壁哦，雅各伊本身伫因的头前过去。也无共款咯，即摆改名做以色列以后，是讲伊经见着上帝以后，互上帝来替伊前以后，伊已经有上帝听心以后，伊就无搁惊吓。本来伊足惊诶，虽然家己足牛啦，有哪是鼻涕出啦，足惊啦。伊即摆我靠上帝以后就无惊，所以就家己做头前，连7摆拍伫地里来接近伊诶兄。所以咱知影雅各安怎来得到变一个人下面是上帝互伊的办法，叫伊摆骹，因为伊摆骹安尼。即文换因哥哥皮皮出对无？想讲奇怪，即个人哪安尼一边摆？因为雅各着摆骹接近因，抑个因为雅各本地是要来烧钱诶，400个兵咧。毋是小可哦，伊即摆看着因小弟讲，我摆骹，个拍担拖骹甲伊摆，个连续7摆甲伊摆，伊着心着软去啦。所以两个男的着伫遐哭，伫遐烧钱，因为用因的疼来化解所有的怨恨。所以伫箴言3章5节哦，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牛。来第6节讲，伫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着认伊要指点你的路。是。所以毋通倚靠家己的牛。论讲日头出来，伊着知影有上帝。无，迄是写文章的时阵，互咱一个足水的方法咱知影欣赏哦。咱知影伊写日头落去，日头出来，讲一个人，就讲我今仔日我若得到上帝，就讲我有本地，我毋捌上帝，
什么时间我捌上帝，我的心就平安啊。就是我的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就讲观众朋友，你的日头出来了未？是日头有看到日头未？看到迄个天曝光，安尼对无？看到天光就是讲天咧光啦。你若有艰苦，有屈出，有伤心，你就知影我靠上帝，天总是会光。所以老师我要来出来无？问观众朋友讲吼，若准讲买卡来换足济祝福，安尼袂无？还是咱一定爱买卡，可以当换这个祝福吗？也毋是啊，因为我想是讲，因为咱讲一定毋认输，一定要掠。上帝敢若用安尼，互伊会当谦卑家己，因为一个人，上帝的能力伫软弱的人，才会当显出来，才会当完全。所以人无法度变软弱，就讲人袂当谦卑，我个上帝。掠准家己做后的事，上帝无法度做工。出来啊！有人对，有观众朋友出来啊，袂歹，真好吼。今仔有来听的拢出来啊，对无吼？感谢。日头拢出来啊，日头出来了。真欢喜吼，多谢大家。伫今仔日来听咱老师吼，讲的即个雅各，以胜色是进前足凄惨，即本。虽然摆卡，但是足有福气的人，对无吼？以后伊无惊，对吼。足侪代志拢甲伊想的无共款吼，拢解决啦吼。上帝的方法吼，那是好。所以你若有介意阮的节目欢迎你会当甲阮安尼，这是啥物 YouTube 吼？其实阮想要你会当来订阅阮的 YouTube 频道吼。会当继续支持阮每礼拜一的 AM， 拜一 AM， 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做伙来讲台语。即个节目是台湾的台老社会跟泰国的科目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的吼。好，多谢大家来支持，后礼拜再会，多谢，平安，多谢老师。